各位新粉大家好，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我係新仔，每日為你爆響口，睇通透。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多謝各位。大家好，我係新仔，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好搞笑嘅娛樂新聞，主角係是非女王吳若希。早排佢喺小紅書同 Instagram 好興奮咁宣布，話自己終於喺珠海做咗業主，仲展示埋張紅色嘅不動產權證書，預告自己將會轉型做裝修博主。佢寫到：終於喺珠海攞下屬於我哋一家四口嘅新屋企，從看房到攞證，每一步都充滿期待。仲話由香港屋企揸車去珠海新居只需要1個半鐘頭，性價比高，加上單位坐北朝南，完全符合佢20年嘅居住習慣。點知呢個貼文一出，成班眼利嘅網民即刻化身地理偵探，發現咗一個天大嘅笑話。有網民放大張房產證一睇，證書上印住嘅唔係珠海市，而係中山市不動產登記中心，即係話吳若希所謂嘅珠海樓，其實係位於中山市坦洲鎮。呢個消息一出，即刻引嚟大批網民瘋狂恥笑。明明係中山產權，點解變咗珠海業主？坦洲係中山㗎，吳若希係咪俾中介水咗？做咗灣區業主，但係個定位要搞清楚喎。講開呢個坦洲，其實佢雖然同珠海只係一條河之隔，地理上非常接近，但行政上係屬於中山市嘅。不過好多樓盤為咗吸引港人買樓，都會用珠海西呢個稱號嚟做招來。今次吳若希似乎就係中咗呢個地理陷阱。有熟悉當地樓市嘅網民分析，坦洲樓價比珠海市區平好多。珠海市區每平方米要25000至35000人民幣。坦洲只需要11000到14000，吳若希用唔使一半嘅價錢就買到同一個生活圈嘅單位，性價比相當高。但問題係你唔可以將中山當珠海噶嘛？面對鋪天蓋地嘅質疑，吳若希至今都未有正式回應，唔知係咪尷尬到唔知點講好。講起吳若希呢位是非女王，佢近年嘅語事真係非常之多。除咗今次嘅珠海變中山事件，佢同老公何紹雄 Alex 嘅婚姻生活更加係娛樂圈嘅連續劇，成日喺社交平台公審老公，搞到網民都睇到變咗常態。吳若希同 Alex 喺2017年結婚，婚後育有一女一子，但佢嘅御夫術就係公開串爆老公。最經典嘅一次係佢懷疑老公成日開車接送一名女同事返工放工，吳若希喺貼文中嬲爆咁話自己已經同老公講過好多次唔好咁做，仲反問老公：你有冇見過許圖 TVB 行政主席兜埋我返公司啊？點知老公依然故我，仲話因為要攞 MPF 文件俾個女同事簽名。吳若希之後仲使出女人第六感，打電話去問老公，結果發現老公真係同嗰位女同事一齊搭緊地鐵，令佢當場爆嬲，鬧爆老公。點解我同你講咁多次，叫你唔好送佢返公司，而你明知老婆唔中意都要做呢？將家事公開化，搞到老公都非常尷尬。除此之外，吳若希仲曾經因為老公沉迷打機而嬲到砸爛佢部電腦，又曾經因為老公同佢嘅閨蜜過從甚密而呷醋，經常將離婚掛喺嘴邊，甚至試過抱住仔女離家出走。有網民就笑言：我哋好似仿佛成為家庭嘅一份子嘛。不過吳若希自己就解釋，呢啲其實係佢哋嘅夫妻相處之道。佢曾經喺訪問中話：我真係欺負佢，大家可能唔係好明白。其實我覺得找到一個人俾我欺負係一件幸福嘅事。又話老公性格好 chill，就算揸車行錯路都話唔緊要啦。當遊車河呢種性格反而令佢呢個緊張大師慢慢放鬆咗。最搞笑嘅係2025年佢哋慶祝結婚8週年，吳若希去巴厘島旅行，老公竟然因為簽證問題而冇同行。佢喺 IG 分享影片，見到佢同另一個半裸猛男時尚設計師任朗晴一齊上山下海打卡。佢仲留言話：結婚8週年同另外一個男人玩，我終於知道點解何生要喺結婚週年嗰日消失，可能就係知道行程太緊密會好疲倦，所以扮晒嘢話簽證唔得。有網民就笑問：第一次聽結婚週年唔係同另一半慶祝，何生忙緊同啲員工搞強積金，重提佢之前老公接載女同事嘅舊事。除咗老公，吳若希喺朋友圈嘅是非都冇停過。2025年5月，佢突然喺社交平台宣布同好姊妹麥美恩絕交，仲話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和好。兩個女人喺網上隔空開火，火藥味濃。點知冇幾耐，麥美恩又突然上載同吳若希慶祝生日嘅合照，仲有高層樂易玲做見證，宣布破冰。網民即時嘩然，質疑佢哋兩個根本係夾埋做宣傳，
為吳若希嘅澳門演唱會造勢，紛紛話要報東張。吳若希後來解釋，只係溝通上出現誤會，但係呢啲姊妹決裂，跟住又冇事嘅戲碼，真係睇到人眼都花。2025年中，吳若希仲試過捲入一單交通官非，話說佢被票控拋煙頭出車外，要上庭認罪罰款，但佢堅稱自己當日根本喺內地工作，架車係老公揸嘅，懷疑係老公或者佢啲朋友食死貓，搞到佢一身蟻。佢大感無辜話，因為律師費加罰款已經使接近1萬蚊，如要求法庭提交證據，使嘅律師費會多罰款幾倍，最後唯有硬食。除咗鬧老公同絕交風波，吳若希仲試過因為態度問題被網民狠批。有次佢喺廣州被網民偶遇，對方大讚佢素顏靚到窒息，但同時批評佢對打招呼嘅粉絲零反應，冇笑容，態度好差。有網民留言鬧爆，好冇禮貌。我而家信我同事講過嘅話啦，話以前工作接待過佢，態度差到死，扮晒嘢，以為自己大明星。雖然有粉絲幫口，但呢啲負評都為吳若希嘅是非履歷再添一筆。講到最經典、最耐人尋味嘅傳聞，一定要數星亞郎事件。早喺吳若希出道初期，就有傳媒報道指佢曾以嘉莉呢個藝名喺尖沙咀一間高級夜總會星亞郎做過陪酒小姐。當年有報道引述夜場公關爆料，指吳若希喺星亞郎被發掘之後先至入行，加上吳若希入行前嘅英文名真係叫 Curry， 而同佢傳過緋聞嘅成龍、曾志偉等巨星，又曾經係星亞郎嘅座上客。甚至有傳吳若希係成龍嘅契女，呢啲巧合令傳聞越傳越烈。雖然吳若希多年嚟多次否認，話唔係事實，唔會回應，又話講咗咁多年都仲講，但網民似乎唔係好放過佢。2021年，有個網民突然喺吳若希嘅 Facebook 留言，聲稱當年喺星亞郎同佢飲過酒，仲叫佢做咖喱，話以前你猜枚好屎，不過飲酒就唔賴皮，都算幾好玩，幾時有機會再同你劈過。吳若希即刻火起，喺網上公開約個網民去 TVB 當面對質，仲要對方交出身份證同全名，話幫佢報上公司入電視城。不過個網民最終都冇現身，只係繼續留言話：你見到我就知道，之前成日落去揾你玩，電話又改埋，而家你連你契爺都少揾啦。呢場網絡約戰最後不了了之，但就成為咗吳若希勇敢面對黑歷史嘅經典一幕。睇翻吳若希呢位是非女王，由買樓擺烏龍、公審老公、姊妹決裂、交通官非、態度差被鬧，到纏繞多年嘅星亞郎傳聞，佢嘅是非新聞真係多到可以出書。雖然佢成日話自己揾到一個人俾我蝦係幸福噶，又話自己只係直腸直肚，但係呢啲直腸直肚往往為佢帶嚟更多麻煩。不過有啲嘢都係講多無謂，可能佢自己都唔介意，因為呢啲是非正正就係佢嘅流量密碼。佢嘅澳門演唱會主題就係 Gossip of Me， 擺明車馬將自己嘅是非當賣點，你都吹佢唔脹。好啦，今日新仔同大家傾到呢度，你對吳若希嘅於是有咩睇法？你覺得佢係咪真係咁是非？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啦。我係新仔，我哋下集再傾，拜拜。好啦，單料就講到呢度。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記得撳個 like、留言同埋分享出去，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